好啦，乡亲啊，要过年咯，讲这个过年放红包是有学问的哦。购物平台最近来打一张红包的行情表，讲若要包予阿公阿嬷，会使包3600、6000，或者是6600；若是要包予爸母，或者是大家官，就包6000到1万以上。啊，讲要包予长辈的金额，上好是一年一年来增加。也毋过命理专家讲，其实哦，包红包还是爱扎家己的力。啊，若这个金额是包双的，安尼就会当咯。甲钱包入去红包落个内底，过年要到啊！你敢有想过要包偌济钱，互四大囡仔靠礼貌？很心意吗？可能包个1200吧。我妹妹一家人就拿礼券给他们啊，有多少礼券，然后就平分这样子。来问大家，大部分的人拢讲偌济钱无重要，有心意就好。购物平台整理一份红包的行情表，阿公阿嬷上少包3600，老爸老母上少6000，四岁囡仔包200、600，或者是1200，而且包予四大红包还阁逐年增加。即马包红包都含选红包落啊。贸易合分。你如果用个旧的那种破破烂烂的红包来包给人家的话，也感觉人家会觉得说好像很不吉利的感觉。双数是最好的，比如说包6600啊，或者是8800。专家讲，红包的金额基本上爱相数，有6代表66大顺，有8代表发发发，拢是上过年的好彩头。不过包红包的金额有心就好，红包的行情表参考就会使。